营养师看复起来吼，控比波伫音乐界啊，当中有动刀啊，音乐嘅创作团体哦。不过大家个团体都有加到特别的音乐嘅风格咯。也2年啊，伫名路啊，含喺 live house 啊，有一类吼动书分享嘅乐团咯，就喊做 OK 蹦乐团咯吼。也就乐团呢，听起来就动神奇妙，动电影下嘅感觉个 OK 蹦么。所以吼 OK 蹦乐团吼，加到嘅风格啊，音乐嘅风格很用嘅喏。根本日咧也好控比波就动欢喜吼，做得摇唱到嘅 OK 蹦嘅主创老吉他手，主创老吉他手係913年啦吼，就係邱良kim阿 Kim 安時好，大家好，我係邱良kim，東方娛樂度啦。係，還有順風嘅咧吼，就係太極琴嘅李凡軒 Ocean。你好，大家好，我是李凡軒 Ocean， 很開心來到這裡。哇，真勁係你講細妹，哇！剛剛一開始我看到資料的時間，哇，大提琴誒，大提琴啊細妹係高雅大提琴誒，真勁冇按過吼，因為大提琴我們知道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就像你旁邊的那個，對，其實這樣對扛來扛去其實很累吼。對，已經慢慢習慣了。可是我們一開始的時間就有收機吼，大家彈到 OK 蹦。糖豆時間真勁，懂得你想嘅名吼 ，OK 蹦嘿輸送嘅時間會點嘅係冇？有同樣的意思啦，對，然後但是就是從這個愛與關懷出發，對，來做一個療癒的一個效果，這樣。哦，古時候嘿，大家就有啲講嘿，療癒性啊，溫暖性，溫暖嘅歌曲啊，人家就會。溫暖嘅樂團就錯嘅，溫暖系的樂團安尼。唔過 O 老 K 係唔係就係而家係有手機到嘅，後就係 Ocean 就係嘅 O 係冇，阿 K 蹦出音樂嘅火花。咩做啲安尼講就錯嘅。唔過也 OK 蹦後算嚟係成立幾久嘅時間？2年多。6年呢？唔過這樣是係用啥係用嘅認識，就是你是怎麼認識阿 Kim 的？我們是在教會認識的，然後因為有一個老師告訴我說，有一個這樣跨界的機會，然後我想說，哦，好，剛好趁研究所剛考上，然後就去試試看。跨界是跨界，因為我一路都是學古典音樂，但是因為我們要做的音樂都是流行音樂，所以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個跨界。哦，唔過而家有講到喺啲高飛後來認識咧，高飛大家有家糖豆誒，就是在教會其實常常聽到的，是不是就是詩歌啊，還是就是其實也會常常需要伴奏啊之類的？所以其實你一開始在教會，你也有幫忙伴奏這一塊嗎？還是沒有？還沒有，因為我們其實教會音樂有分很多種，那我們教會音樂是比較屬於流行音樂，所以高飛係流行嘅哦，唔係大家想象嘅嗰種咧。動態啦，它也很大，然後所以其實它很多元，對，它是蠻多那個學生還有很多年輕人會去的地方。不知道你咩參加東久嘅就錯嘅，參加幾隻高飛地度，也沒有很久了。對啊，對。啊，古時候就老呀 Ocean 有認識咧，知道呀講什麼又唔會查。要音樂要按要隨情係冇，就做得來注意咧。OK 蹦啊 ，OK 蹦係唔用啥，嗰陣時就自己按咧係冇，也名啊。係啊，討論出來啦。因為一個團隊，我們就是一起討論，想說因為我做的一個工作 Taylor 嘛，然後就是做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師。係啊，所以就是職能治療師，嘿，輸送的時間是跟物理治療師、復健科係有關係的。有一點不一樣，對，不同的科系。嘿，那一方面呢？嘿，精神層面呢？還嘿，我是做精神科方面，做精神領域啦，這樣。跟有老諮商師啊、心理師有冇共用嘅，有按呢分就錯嘅。係啊。像哎呀，精神職能治療師，第一讀書的時間有同埋緊呢。有心理學啦，還有幫助他們做活動，做治療的活動。就是說有些是要做工作訓練，然後有些是要就是做治療一些團體這樣子。古時候你那條路就係啲語言地度就錯嘅，語言地度。唔講唔這樣事，走亞條路，我相信亞老以前咩有一系列相同嘛，吼啊，雖然咩係咧清好嘅條路啊，這樣事你有冇想過我來轉走來走音樂咯？大家來講吼，來做音樂嘅時間，家就唔係講做音樂，就講教啊，係冇？嗰陣時係爸爸媽媽就會講，哇，我喺細年啲教音樂啊，吼，就知道唔係咧動真動嘅咧條路啦。唔講嗰陣時按嚟轉走來做音樂嘅時間，唔好卡啲都要講啊。
他们觉得我疯了，这样。嘿啊，真劲啊！啊，我对伊咧欣赏变做伊咧音乐，又唔系音乐家吼，系咧搞音乐嘅人，系啊，咁样是没有动态用意吼。所以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其实没有很支持啦，因为其实我工作大家看起来好像还不错这样，然后但是因为我就觉得，可是这样音乐其实我常常之前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用到一些作为媒介这样，但是音乐它其实是很特别，它有一个穿透力，所以它可以感动人心这样。那我就觉得，那我小时候那时间还有一个梦想，就想说做音乐这样，然后很喜欢唱歌啦，然后那时间有好嘛，有好嘛，跟乐器啊，像 Ocean 一样啊，做在来就是来学一点不一样的某项用诶。大学的时候又弹吉他啦，沙团就错嘅，系沙团诶，也没有嘅，对自己学比较多。不过你刚才有讲到，喺电影嘅投入底度，就係精神职能的治疗的时候的过程，你会不会用到音乐来做咧治疗的方式就错嘅？不过呀，音乐嘅部分吼，你自家知道，对一般的人啊，吼，啲生活当中啊，因为呀，喺整件生活的压力动态啊，系啊，有上时咧看下新闻吼，又有人用嘅，系啊，投入又压力动态，又薪水永远不会涨，系啊，可是我去找你们的那些病人，通常你都会怎么样跟他们调试？还是用音乐这一块的话，可以做那个天数的手材？音乐它会是另外一个媒介啦。那其实有时候现代人压力大，有人就是精神官能症会比较多。那不过其实我服务的对象比较多是在他们的疾病是慢性化的，就是听会落诶。对，就是很要吃药吃很久。对，所以其实，在生命的过程里面，他们需要做很多活动。所以我主要是透过活动的时候带一些音乐，帮助他们可以在那个在复健里面没有这么闷，而且其实也可以比较有动力。对。躺下来，这听起来真的还蛮有意义的工作嘛，就好好的做就好了，不能并做，不能并行吗？你去给他吃的。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是做兼职的治疗师，因为跟这个产业没有希望不要断掉，因为变成治疗师是兼职。本来治疗师是主业哦，现在变兼职就对了。你人家还没搞音乐没搞的，懂年像 OK 蹦吼6年的没吼，安尼。对音乐也部分要做得较深的了解，或者较深的了解，再来做呀治疗师的部分，后面较有天数的素材吼，天数较太微嘛，天数好，就是会更大的帮助，就是因为你玩音乐都玩了2年了嘛，对，所以你更能够去掌握音乐它的优势在哪里，如何帮助病人啊，嘛噶。这也就是我们去到很多身心障碍机构里面，就是也去，因为我平常在临床里面就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可是我们在每一次例如说家属座谈会啦，我们可以到很多地方去，然后唱歌给他们听。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有很大的学习啦。那我们因为这2年多累积来的音乐，其实这个音乐路是很漫长，所以其实我只能讲说就是。你们才刚起步而已，刚起步啦，才刚起步。对，虽然我年纪已经，冇要你讲，點解你冇講年齡嘅吼？唔過嚟講到吼 ，OK 蹦啊，剛才一開始你沒有講到吼，係咧愛老關懷，就是愛與關懷出發點的一個音樂的團體這樣子。咁樣時你用會想講老七個樂團吼定義在一個以愛與關懷，躺起來就知道呀，這種樂團可能就這種在唱 rock 啊，嘛個冇腔樣嘅啊，吼就會。躺下來就知道哦，懂溫暖啊，就會被定型，就會以這樣子的風格去出發。這種時你有沒有按哪一聽呢？其實因為我們想說，在這個時代，其實做音樂已經不容易了。那可是我覺得買充片一模一樣買，係冇，大家就直接就明如紅當路，係冇，你有講啥？但是音樂其實它本身，我覺得它是有很大的功能性。那其實它可以幫助醫療，它有一些限制沒辦法突破。可是透過音樂一唱，它可以超越語言、超越國籍、超越很多的。當大家都朗朗上口的時候，對，它其實是可以溫暖自己的心，然後也可以做一個像療癒，好像有人被
被同理、被了解。对对对。故事一开始的时间，人家就2位就有在讨论说，其实你们是想要以治疗世界，也没有那么大谈，对，就是其实要带温暖给大家的一个乐团就对了。你讲呀，刚才有讲到啊，这么刚不会现在就是 Ocean， 你是像你就是跟阿 King 是不一样的嘛？就是他可能因为你可能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学音乐，是大学吗？还是其实我从小就学，从小就回事，因为 Ocean 佢唔係行員，然後因為佢會配合呀阿 King 吼，會聽一點點，用猜的用喎。可是你喺從細就來學音樂嘅啊，你遇到了一個半路出家，這也不算半路，很後面才出家玩音樂的吼，係唔係會有衝突的時間？你用啥？有很多要溝通磨合的時間，因為我們有年紀的差別，性別的差別。不講年齡，對，太敢 connect 出來。然後還有環境，我們成長環境也不同，可是，在對音樂的我們對音樂的目的是一起的，我們是要愛與關懷。可是我們在對於音樂的表現，我們常常會有很多的想法。然後，但是我們就先從我們先認識彼此，然後先跟我們兩個人關係先建立起來，這音樂才會美好。對對對。故說唔夠呀，吼有糖豆啊，像 Ocean 在專輯裡面，像你們的伴奏上或者演奏上，其實你就會負責大提琴。對，大提琴吼，太感。就會加空豆吼，沒算有加空豆啦吼。可是看到女生的時候，我們還是會覺得哇，真的好像有點小沉重吼。就是你扛起來的話，背起來。更是一開始的時候，怎麼會想選擇大提琴這個樂器？因為你有講說你阿姨也是，就是從小的時候可以跟阿姨學鋼琴啊，怎麼會轉而來學一個這麼大的樂器？其實你可以學小提琴啊。其實我有學個小提琴。其實我大概在小學的時候，我先學小提琴，然後因為我興趣多元，然後我找不到，我覺得要嘗試一個我喜歡的樂器，所以我又學。那個就是你小時候，你又學鋼琴，又學小提琴，就對。對，然後又學小號，還有豎笛。然後到了國中，我決定去真的好好扎根的去學音樂，然後就進入音樂班。然後那時候很好笑，我們班有20幾個人，可是卻有10幾個小提琴。然後那時候老師就說：“哎，有同學想要轉修嗎？”其實我已經想要脫離小提琴很久了。然後我就趁機說我要學大提琴，我都沒有，我還沒跟我媽媽說。我還以為說你要完全脫離提琴這一塊。沒有，我說我要選一個更大的，我要有一點氣勢。因為同學都小小的，我要一個很大的。所以你國中的時候，你身高也算比別人高嗎？沒有其實我那時候國中才140幾。所以就是跟一個大提琴的高度再高一點而已，再高一點點，他就差不多這樣。對，所以你是賭一口氣嗎？沒有，其實後來也慢慢也是因為他的聲音，我覺得他的聲音很溫暖、很低沉，而且他其實他的聲音是可以很低又可以很高，對，他的音域很廣。嗰時候你就會對國中的時間就開始學嘅，就國中的時候就開始學了，對，就認定了大提琴，就認定他，都壓下就抽嘅。今年啦，學講比較好，搖唱嘅咧，就 OK 幫樂團咯。家下有看到啊，家條一類帶吉他，一類帶大提琴，吼。嗰時候你哋下嘅家條就會獻唱哦，吼來表演歌曲，伴大家聽哦，壓下大家先嚟學看一下。買書嘅買咗嘅，還有各種各樣嘅程度，你情都有見，魯迅講出名，有人安度山谷嘅看世界，跳架跳架，見不應為老愛買馬街。都是啦，你是看到，唔會太驚啦。你盡量買愛算你偏激的，汗水蓋汗水阿姆重要我有這兩盤，你看東西東都喊我是馬街，還足夠誰人中，小小腿。
天全部老爱买，不是处理。不顺管，跳不管，排骨牛肉中不完，你款东西东东以外是马盖，不你水都东跟东，卡萨东有你谁，买香的嘞。好，甲下糖豆的咧吼，就迄阿庆吼，一摆吼，第摆吼来出咧呀，模拟的转色咯，客家话的迄么，嘿，喊做嘛个名咧，转色嘅名喊做饕客阿哥。嘿，就迄呀，饕客阿哥吼，要用方言安尼念的吧吼，也喺地度的看到的客吼，可能就客家的客，唔即个就客人咧吼，第摆吼来出呀，模拟的转色吼，真紧要爱做一只即个转色咩无按过吼。唔过，家下有看到啊，有看到两三伫个现场吼，伫个演奏的方面啊，七家啦，迄知道有一系列冲突感呐。冲突感。用嚟讲，你冇嚟家下谈到的迄山菇的咸水鸡，山菇的咸水鸡，披电嘛个狗嘞，披电大提琴，也知道有一种氛围，迄冇共用的吼，违和感。嘿嘿，哇！伫个失宠低度有冇？家下创的又按痛按神奇，我买嘛家哦，嘛家迄啊有猪肉、红肉啊，嘛家都有。唔过有顺风有咧打，即个会知道有安尼冲突的感觉哦。因为一条歌吼是为暧昧写的，暧昧做胜利，都是冲。哦，迄真经写人七个阿梅故事就错嘅。系啊。哦，三姑就很阿梅哦。他排行老3呐，对，大家都，所以他的摊位里面卖东西，我都把它写进歌词里面去。哇，我说你下歌词的时间会有抢高一下，你这个妈妈安尼冲我嘛个？那个我从小就会讲，因为我从小也在市场长大。我说叫卖你亲会吗？叫卖那些是 OK 啦，对不对？就是那些 keyword 单字我都会讲，对，所以从那时候练起来的。应该是这样子，对啊，就一定多少啊，买便宜啊，少买便宜啊，这种讲起来，係唔係洗時間合法較好，會冇？應該差不多啦。某金鋪啊，那種感覺。蚕豆，因為那個時候聽比較多，對，那不過你知道大人有時候就是在講課語的時候，怕小孩聽到，他就講那個吵架的時候啊，對，可是其實我都聽得懂。係啊，就聽嘅時候，咁樣嘅邊咩嘅時間就做到用合法，其實你細年咁樣聽嘅時候，係唔講好，呀家下有聽到嘅係唔體重嘅轉攝地度吼，其實出嚟也按神奇嘅歌曲，其實也種嘅風格吼，啲 OK 蹦嘅轉攝較少做得聽得到吼。有一些歌曲其實因為我是想要介紹客家的一個文化，因為這個是從我自己就搞不開，動慚愧啦，哎呀，就是覺得說，因為我自己有小孩子，那所以有一天我看着我小孩子，那因為父親要唱搖籃曲嘛，我覺得雖然我客家話很差，但是呢，我不希望客家文化這個精神從我這一代斷掉，斷盡，對不對？所以我就覺得我就來做這張專輯。那其實過程中我也是查了很多字典，然後去研究，還有跟我媽媽請教一下，怎麼樣比較實際的講法。他省發的用語啊，某一發就清啱啊，招思娘啊，也就唔好安尼。嗰種一種嘅轉式，相對地都要幾多條也合法合家嘅歌曲咯。總共是有10首，10首全創作，周青就喺阿 King 七家做嘅就錯嘅。唔過地都後面有像，而家有講到嘅，係寫本媽媽唔係寫本媽媽，係寫媽媽嘅故事嘅，啲條路啊做事情嘅。佢講地都咩有呀阿公阿婆嘅故事。還有阿公阿婆，那是就寫爺爺奶奶的，他們在山裡面做事，他們在竹東裡面種海梨，對，然後我從小的時候就跟他們一起生活，蠻熟識的啦，所以就覺得可以把這個，他們可代表客家文化某一種層面，他們是那種男性、女性，對，他們的所有的精神。懂什麼嘅人啦？嗰所以一種轉型，花幾久嘅時間來做呢？大概有半年哦。半年哦。半年唐曉的東江，係嗎？係啊，你知道係下詞較困難，因為客家係提白咪吼，用客家來衝啊，來寫啊，還有
做乐曲可能比较起来，是不是写词也客家的词会较困难一些嘞？当然会啦，较久一些嘞吼，相当久啊。但是因为在这之前，我会去研究就是一些对话嘛，那我就会上客委会的网站，就去查字典，看，那它的字典它有例句，那有时候那个，哎呦，都得用哦。对，完全所有客委会这个有些词汇或者说他会记每日一课，就是这样的一个我都有再去看去学习。我说合法味道亚种转系口，可能没有进步一些嘞吼，好多动作的词啦吼，多少有了。我说地度没有充分新年的糖诶，有吗？有啊，摇篮曲。哦，摇篮曲就不会是宝宝睡。对，这得从伊汉去改客家的，客家的歌曲就出个。不过刚刚讲到呀，迄全是喊迄要出去啊，伫客家中的时间，要有表演的时间咩？表演的时间喊迄 OK 帮的团体安尼，我团出去。出去的时间 ，Ocean， 你喊黑用呀大提琴，就是你还是像刚才的表现，冲突感、违和感的感觉，你还是用大提琴来伴奏吗？你说就是出去表演的时候，为了宣传他这张专辑，会啊。所以你了解他刚才在唱什么吗？还是他这整张专辑？就某一些曲子，像我要跟他合的某些曲子，我会他像跟我讲说三姑的咸水鸡，然后就是写说妈妈在市场啊，然后我就大概知道他写的方向是什么，那我就知道，市场应该是很吵的，所以里面就是快节奏啊，然后人讲话比较像，就说有叫卖声啊，还有人喊价的声音啊，就写到里面了。所以伴奏的部分会是你会跟他讨论，还是你自己会依照歌曲的不一样来自己来调配什么时候该伴奏这样？我会先编，然后他会指导我，说怎么样的比较好。互相啦。所以在这个沟场敌度，你会不会也学了几句客家话？因为刚才听到你在演唱的时候，有稍微的应该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吃好吃吗？好吃吗？好吃吗？对，好吃吗？好吃吗？这样子，这也是为了这个而练的吗？你还是只是刚才小练一下而已？没有，为了这个而练。所以你除了这句话，你还会讲什么吗？卖枪贴嘞，卖完的意思。对啊，所以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种很简单的一些词汇，跟我一起来学的课，所以我就是想说这边，所以我们的专辑里面它有一扇窗，这扇窗就是透过这个窗，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看这个客家文化，它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一探究竟的感觉，觉得从对不对？大开呀，重门啊，做得看一下呀，饕客吼，叫阿 King 吼，所以底度会出嘛个吹安尼，大家做得来识啦，做得来看啦吼。唔讲唐讲啊，唔咩迄因为唔做呀母年的转型咩，一开始唔咩有参加，因为呀还有咧原创大赛嘛吼，唔咩有参加过吼，唔讲佢得奖的作品。唔係合法呢，你有沒有暗戀哦？係啊，那时候是因为跟朋友合作了，那当然客語我也是有丟，那沒有就錯嘅。可是每一年我都會給自己一個方向，就是因為那時候我才剛學習寫歌，所以就是就有 OK 蹦嘅嗎？那時候開始慢慢比賽。那時候剛開始有一點點，還沒有，那還剛起步而已。從方面方嘅就係有得，剛剛看到嘅就係有得獎嘅係冇？就是有得獎的。係從月娘彎彎，月娘彎彎，對，唔係月娘彎彎，係野牛彎彎，野牛彎彎，係野牛彎彎，係好老哦吼，係好老嘅曲呢，好老嘅原創就是好嘅。嗰陣時你有沒有是參加客語呢？參加河洛語。係啊，因為我的朋友是找他是寫河洛語啦，那所以他找我合作。那其實我一開始這也是覺得很有挑戰。其實，在市場上面其實會有很多的一個台語河洛語流行歌，所以其實常常我在跟我服務在。精神科服務關係有關係，因為裡面接觸到患者，其實他們都很會唱，還有一個對啊，周神離啊嘛，剛才咩動就錯嘅。所以我說你第一亞數歌曲底度是作曲，是不是？是負責作曲。那一首歌曲是。所以那一屆其實你也有參加客語，是不是？那一屆就沒有參加，就沒有，就是我一次就是就很專心的做一件事。所以是前一屆參加客語，對，滑鐵盧就想說算了，我來參加，來參加河洛語。
每一次参加比赛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我觉得有学习也不一样，搞不好我下次可以参加原住民。係啊，係有無強用嘅，沒有限制。唔講合法限喺做啲高一拜啦，去參加困啦。好啊，好啊。唔過要看到岳陽彎彎呢，時節好講嘅咩天數咩，好天數就是作詞的那個周怡君嘛，好，天數嘅唔過迪度你有冇看到 Ocean 哦？底下表演的時間，就是在當天表演的時候，好像沒有看到。因為那時候才剛起步，所以我那時候還沒加入這個團隊，還沒誤入歧途啊，不是，就是還沒加入優質的團隊裡面，就對。所以其實你也有看過他們那一次的表演，對不對？就我有稍微看，因為有一點太長了。對，就是前面戲太多嘛，哦。對。那剛可能做得好慫恿，做得看一下好，就是岳陽彎彎好，就被請到呀原創大賽，做得看一下這種事啊，家就正經好。懂什麼吼，做嘅動作事情係先做戲啊，做戲睇嚟吼，將來衝高嘅啊，哇，嗰時候安尼吼就得到嚟首獎啊，T1名呢，吼，唔過咩位高級後堂啊，啲啊迪度啊吼，啲參加呀每年嘅轉型迪度，係唔係沒有一點一滴的開始有構想，你其實有想要出一張母語的專輯，除了最後可能是小孩子對你的一個導火線，就覺得我一定要出一張客語專輯，這樣。對，因為其實事實上真的最後的一個導火線真的是小孩子。那可是我以前剛學習寫歌的時候，就是一直有想說，可不可以讓為家鄉做點什麼事情這樣子？因為對啊，因為自己是客家人啊，然後其實爸爸媽媽也會希望，就是我可以常說客語啦，或者說對於我們這個社會是有些貢獻。你出嚟一種轉型，你爸爸媽媽有彈歌嗎？知道你有沒？動漫儀，很喜歡，超級喜歡。有買那一點嗎？呀，係原來的哦，哈，原來的轉型。海報都貼在市場裡面，對，還有。愛買冇，有含水雞啊，還有要轉型，有冇？買2隻吼就送你一種。對啊，白貢啊，白波呢，他們全部都送的樣子。哦，大家就有知道懂哦弄哦。動腔啊，係啊，出一張轉型係合法，還有啊，就係一種轉型，大家吼要做得對配鏡吼，在背景的音樂底度要做得彈到吼，其實唔會老大家上嘅客家嘅音樂吼，有些咧像洛山歌啊、山歌子片版啊，嗰種可能係老人家較好嘅，其實你從來沒有遵循着一點點吼 OK 蹦嘅吼，而本人溫暖啊吼、關懷啊，還有講自家不開故事，就講故事本大家談嘅感覺吼。係啊。沒有一系列老 OK 蹦，有一系列關係啦。有啦，係啊，嗰個廿八咧吼出題咧，又有 King 吼出嚟設計轉型，下一推咧設計本大家就 OK 蹦，設計沒有出嚟一種設計轉型咯，也下先嚟了一下，等下播本大家啲哦。好，歡迎進到現場，今日啲學堂比波本大家啲咧，就可以咧創作型嘅樂團咯 ，OK 幫樂團，家下有首嘅嗬呀，阿 King 嘛嗬，迪度嘅主唱，還有吉他手嗬，也出嚟設計一種就係母語嘅轉型嘅嗬，偷客阿哥嗬，其實咧廿八咧 OK 幫嗬，設計一隻團體嗬，華語嘅轉型，迪度咩出嚟一種新嘅轉型嘅係冇 Ocean，做得嚟首嘅下。對，這張專輯叫做全世界都閉上了眼睛。對，其實我們這一次呢，讓這張專輯的主角是音樂跟這個藝術本身。怎麼說呢？因為我們這個CD 片上其實是跟伊甸基金會殯葬畫家吳麗芳小姐合作，所以她將她過去的作品啊再一次詮釋，然後畫了這一幅畫。但其實這裡面全部畫的都是音樂。都是音樂嗎？對啊，還有冇？看到有鋼琴啦，就有鋼琴哦，有鋼琴的感覺，所以還有別的樂器，還有鼓哦，對，鼓哦，所以它又這樣子圍繞着一圈，感覺全世界或者是這一整張專輯，它其實是為了我們啦，因為它本來是四片木板油畫組成的，然後後來因為我們跟他想要合作，然後做成專輯的樣子。那其實這張專輯更特別的事情，是因為這個是一個讓一些身心障礙的朋友們能跟流行文化有一個結合，一個接軌的一個模式。對，所以我們每賣出一張專輯，我們就會提撥30%。
作为版税给这个画家。还有3%就是提拨给他们做工作复健基金。对，那这张更特别的是，它还可以变成相框哦，背后就有那盖，就抽给有一个架子这样子，送给你。好哇，什么，大家有看到吼，也真嘅係咧同貼片咧一種轉色，因為也好愛買轉色真嘅冇咁簡單啦吼，愛買吼除咗有高級程度愛後堂以外咧，其實愛有一些的創意啦吼，愛有創意，大家就會知道說，哇，我買了這張專輯，其實是還有別的功能性，像剛才有講到，也係做得別的相框嘅吧，程度假使你咧堂熒幕咩吼，你熒幕就拿起來，也 CD 拿起來高後，這個就做得不用一下，這個老不卡寧嘅相片呐，吼，補娘啊，欣賞嘅相片就做得不用一下，係冇，你全世界有冇都閉上眼睛之後，我身邊還是有你，係冇，就做得不用一下，相片啲程度，不過也有看到吼，剛才有講到誒，你嘅轉色程度吼，像那個。饕客阿哥程度，咩有講到喺味道爸爸媽媽、阿公阿婆，還有媽媽嘅條路嘅類下，也種轉色程度，咩有講到味道冇共用嘅職業啊，還係剛才有講到說跟身心障礙也有一些關係嘛，對，所以我們的主打歌是全世界都閉上了眼睛，沒有睛，有，全世界都閉上了眼睛。嘿，要說歌曲，嘿唔嘿，用誰創作？咩嘿，味道有嘛個有一些障礙、身心障礙的人而創作的嘛？對，那其實是為了就是一些為他們做量身打造。那因為其實不只是他們，因為是我在服務的過程裡面，我看到他給我的感觸就是，其實全世界都閉上眼睛，它比較像是很多人不認同你，然後或者說你得不到，你有點懷才不遇也好，或者是說你在工作啦，在情感上，在人際關係上面，人家都沒有，你都覺得人家永遠做不到，對，都做不到別人期待的，甚至有時候我們自己會懷疑自己，那個狀態下就像是全世界都閉上眼睛一樣。故說耶穌歌曲咩做得鼓勵動到你。無論係唔係身心障礙的人，都可以來聽聽這首歌吼。一擺咧吼，咩做得嚟？剛才有看到嘅吼，就係兩位吼嚟演唱嘅係客家嘅歌曲吼，三句嘅鹹水雞，唐蜜嚟真嘅係神奇嘅歌曲吼。一下咧就請兩位吼做得獻唱吼，做得嚟唱一下全世界都閉上了眼，好冇？嚟唱一下吼。但是歌曲咧，大家吼咩做得彈出嚟吼，也就想去表達嘅啊，係你對世界，還有對大家對沙地吼。有充滿呢愛呀，還有就係關心，還有本愛本大家就抽嘅。好，大家來談一下吼，全世界都閉上了眼。如果全世界都閉上了眼睛，還有什麼能讓人勇敢去相信？看不清的關係，想不透的道理，黑暗讓我好好對自己傾聽，就算全世界都閉上了眼睛，你給我勇氣，尋找相遇的美麗，你就是我的唯一，照亮黑夜的光明，有你的陪伴，至此我不放棄。你就是我的唯一，照亮黑夜的光明，有你的陪伴，這次我不放棄。哇，聽起來真係動溫暖的感覺呢，還有大家吼咩做得爽妙吼來看一下耶穌歌曲嘅 MV 咩拍嘅動好，然後細阿妹嘅拍得動將，啊細阿哥嘅就強用按演導，有點好。故說耶穌歌曲啊，其實這整張的專輯其實也是因為剛才有講到 OK 繃其實常常是以愛與關懷為出發點的一個樂團，所以裡面也常常會跟一些公益團體還是有一些企業的講座沒有相關，嘿麼？你們也常常去參與這些的講座嗎？還有不只是講座啦，其實有一些公益的活動，因為其實我們從愛與關懷出發，那其實我們也是要給大家這個一點信心、一點盼望，就是我們要傳遞的是在音樂裡面可以傳遞很多的一個
这样的故事。对啊，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包括在企业团体。就像呀，八面红州的 condo， 就是你们有很多就是参与很多企业的活动啊，还是公益的团体呀。对。其实也就是可以带点音乐，让他们可以在他们的那个环境有多点不一样的音乐色彩。对，在每个领域上，他们都可以听得到。也慢慢的实践，就会跟他阿金七嘎讲的咩，音乐真顶都得吃疗，就抽给，真的可以治疗人心的部分。贴上 OK 绷，万心都 OK。哎呀，真的哦，这得用他巴尔讲一拜嘛。古时候就是来谈一下好来 OK 绷的音乐就抽给，刚才有讲到 Ocean 啊，吼 ，Ocean 你七嘎讲的，马家听了 OK 贴上贴上 OK 绷的冇？万事都 OK。刚才有講到有動到嘅音樂啊，還有創作方面吼，就係阿 King 有動到嘅作詞作曲啊。其實呀 Ocean 沒有創作，係冇？第亞種嘅專輯，在這張專輯你也有創作，對不對？有一首 Sunshine。哇，唐曉蕾又係咧太陽普照，那種陽光普照嘅感覺，又會本人溫暖，係冇？不過唐講吼。這首歌啊 ，Sunshine 這首歌，黑暗溫暖，暗 Sunshine 的這種感覺，你用啥？你有沒有在錄音的時間，你有沒有叫呢？哈？叫？嘿啊，怎麼會痛哭啊？在錄音 ，Sunshine 不是一個很陽光嗎？嘿冇？那當時其實寫這首歌的時候，心境並不是很好的。可是那時候就是很難過啊，可是你渴望有一個光進入到你的心裡面，可是可能你那時候面對事情，然後很多人都不看好你，就有一點像全世界閉上眼睛那一首歌的情緒一樣。可是就是渴望 sunshine 這樣。對，渴望的那種感覺。就是只有在最黑暗的時候，你會渴望那道光來照進來。所以在錄音的時候是誰先哭？因為他最有感觸的。隱蔽喺幾周啊？不過你那個時候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是讓他來走這樣的曲風？就是因為 Sunshine 它也可以是一個很活潑，一個給人快樂的那種輕快的感覺，這好像也是 OK 蹦比較少的曲風的風格。那你那個時候怎麼會有想要給那種就是比較偏向，這可以講悲傷嗎？這樣？其實它也可以算是悲傷，但是它其實一開始我在裡面有放一點這個快樂頌的選曲，就是貝多芬的快樂頌，因為其實就是像我剛剛講的，很渴望那個快樂，渴望那個陽光，可是明明的狀態並不是那麼好，可是我相信並不是每個人隨時隨地都是這麼陽光，這麼正面，但是只要有相信，只要相信那個陽光會進來，它就會進來了。就會照在你身上。對，所以在我們的 MV 裡面，還有一句話，就是我們要傳達，就是你要不只是要渴望 sunshine，你要做，你要成為別人的 sunshine。對，佢就係亞述歌曲嘅 MV 嘅親密嘅時節，大概就做對，看到親密哦，看到親密嘅時節就有一句話這樣子。我說亞哈咧，就你們反正都背了嘛，哈，沒拿定咧，就得來演唱一下亞述歌曲 sunshine。好。害怕每次前进跌倒都算收获 Sunshine， 请让你的温暖拥抱我，振作天空在我左右，相信我能重新找到自由。哦，很係有那麼一種風格的感覺呢，然後加下全世界都閉上了眼，有些冇共用，因為感覺衝起來就有一種給人希望、勇氣的感覺。正面啊，有較太上一些咧，較有力頭的感覺吼，係冇？對。也咩係亞述歌曲要帶本太假的，就是要把這個勇氣、還有盼望、信心，就是透過歌唱，然後大家好像會被鼓舞的感覺。佢說啲亞述歌曲，唔也就有去 Navy 有表演亞述歌曲歌嗎？有在哪裡有表現過《Sunshine》這首歌嗎？別的企業團體啊，還是在公益團體的時候有表現過這首歌嗎？有表演都會啊，都在表演，在 Live House 裡面，在很多地方都會唱這首歌。所以在這整張專輯裡面，你們表現的這些歌曲裡面，創作的歌曲程度吼，哪一首吼，你哋獻唱吼演唱的時間有太加感受力較強的有冇？
给的回馈啊，嘛个他抖的还是比较沉溺于啦，那因素够强，哎大叔就会。你觉得呢？对，就是哪一些歌？我想一下哦。有哪一些歌是在反应比较好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表演的时候都会带到我们专辑里面歌啦。那小小星星，就是可能小小星星啊，全世界 Sunshine、Beautiful Love 都有人说，这其实我觉得有的人又比较喜欢那个巴萨诺瓦的，像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所以都好像都蛮平均的。哇，不说唐hit了吼，亚种转系低度真给容纳了，就是包含了很多某用的曲风。不过喊黑好不离初衷。就会爱与关怀为出发点，就核心的价值。嘿，本太讲谈到音乐的时间，就知道有疗愈自己悲伤的心情啊，很黑去改故事啊，就做得加点音乐吼。阿 King 还有 Ocean 天顺冲出来的感觉就错嘅。嗰只要是歌曲咧，太讲还有谈到还有其他同好谈的某用的歌吼，等下好将现场做得充分太讲谈咯，也下先嚟去看一下。好，分享真多现场，刚下咧大家有谈到吼，就会 OK 帮吼现场的演唱啦吼，真经系某用的风格啦。除了一开始咧，全世界都闭上了眼睛，吼，再过来就会有较sunshine 有阳光，不过谈起来还系有一系列有冇一系列本人用戏啊，较有力条的歌曲吼 sunshine 安尼。其实底度吼没有咧做咧爸爸吼，做咧爸爸的阿 King 可能你应该还没有做妈妈吧？因为我们一开始一谈到吼，很忙吼，也没有年龄差距没有？对啊。可是阿金很喺懂后生吼，唔讲你就有两个声音的哦。系啊，那有两下来了。按上忙哦。对啊，叫你两场的呢。顺其自然。不知道你看，你身为人父啊。稍微有各种这些母语传承的问题啊，还有加点音乐啊，希望音乐吼本身人的含加做得谈到含较多的东西，还没吃了身人的那种不要那么好动啊，还是不要这么的忧郁啊，有懂某种功能就错嘅，刚才有客家的，有客家的摇篮曲没吼，呀片妹有咧艺术就是小小星星系冇，小小星星就系你可以下本你的身人的，就是这首歌是写给我儿子的嘛，那时候其实就是写出每一个做父母的心啊，把那些的感受啊，然后把它放进去。那因为那时候我的小朋友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就是有生病，那就是我希望透过这首歌可以写出，就是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小朋友健健康康平安。很加喺新年嘅可能外地就係有懂你就講，係問有新年嘅，唔講外地吼，野外吼，學來學新年嘅太真嘅冇按過，真嘅冇簡單啦吼，要加上嘅新年要撲平嘅話，真嘅我希望撲平嘅一家吼。因為新年嘅其他就唔會講法，因為先天性嘅話，其實清辛苦嘅真嘅就係你嘅伴娘啊，係爸爸媽媽就湊嘅。不說你這樣時就可以用按你心情來下一壓數，就會小小星星。係啊。不過呀，小小星星對 Ocean 也有不一樣的意義，對不對？因為這首歌其實也是獻給我們想要守護的人。那當初其實我弟弟他也是曾經得了血癌，然後在治療過程中也是我們一直陪伴着他，然後讓我們家反而因為這件事情，我們家變得更緊密凝聚了。對，所以這首歌也是獻給所有的人，就是我們要守護我們的親情，守護我們的愛情，或守護我們的家人這樣。所以我們把它拍成了 MV，我們在 MV 裡面有呈現很多種關係，某種的故事啦，有新人嘅，也有情人啊，也有就是有懂某種用像係唔甲他講嘅，就係老弟弟嘅關係沒有就錯嘅。不過亞啲嘅歌唱地度，剛才有講到嘅，啲地度像係sunshine係人家條錄音嘅時節未叫嘅。不過亞數歌曲因為聽人家條講起來有一些悲傷嘅感覺，亞數歌曲錄音嘅時節有順利啦，吼。有順利的把它錄完。有唱起來，有回想到很多不一樣的故事嘛，想到弟弟啊，想到小孩啊，一定係第一真正會突生人嘅時節，唔要嘅無限去甲佢投入嘅話，係真正估唔到吼，係太來還是誰來？
海来，哦，又踢嘞呢。所以很多人问我们说啊，还敢生第二个吗？动强然后动，他说我们不怕这样子。我说就是照生嘛，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虽然我们没办法选择，可是我们经历了，我们就会去学习嘛。对啊，就会上天本应该留一点功课就出嘅。系啊，会直接去接受。应该蛮安用功啦。真嘅，我有家人嘅支持啦。某一发真嘅会吃到懂故事呢，啲懂到某佢嘅关系地度，就会有懂到人支持，将会继续行下去。嗰时候一下就来谈下呀，小小星星充满暗度故事嘅歌曲哦。好。1、2、3、4、5、6、7，满天都是小星星，爱是你，眨眼睛，好像在诉说心情。7、6、5、4、3、2、1，闭上了眼睛。我爱你是最美好的乐曲，唱给我宝贝听。又会弄我一类吼，某空用笔送的歌曲，因为但是歌曲听起来都有些温暖的没有啦，不过没有笔送的感觉啦吼。要是歌曲可能没因为甲下人讲的人的故事，还有弟弟的故事，听起来就会本听的人可能观众朋友唔知有安尼感觉无，就会知道音乐吼真正係有嘅故事歌曲，可能開始聽嘅時節會聽偏人嘅從眾嘅吼。如果聽睇嚟阿 King 嘅故事、Ocean 嘅故事嘅時節，第一聽要首歌曲就有莫強用嘅感覺，就會變嘅當到也兒嘅心情，冇爸爸媽媽嘅心情，還有作為咧姐姐嘅心情啲地度，真正知道大家愛變輕鬆，還有即個愛正向就錯嘅，正向身邊嘅人就錯嘅。唔過吼，轉換一下心情好冇？愛知道咧吼，其實。OK 蹦咧，刚好唔可以讲嘅咩？我本太讲愛呀，還有管法沒吼，還應該知道啊，呀大提琴啊，應該不是只能這麼悲傷的音樂吧？也是可以應該可以輕快的，輕快一點的嘛，吼。所以其實，在這一張專輯裡面，也有一首《Beautiful Love》，對，就有較輕快一些咧，吼，較輕鬆一些咧，吼，太家做咧啊，動動筋骨吼，較有一些咧。悲傷啊吼，唔過也下吼做嚟輕鬆一下，來聽一下吼《Beautiful Love》。因為亞述歌曲鴉片還有下喺電視電影《我叫紅美麗》嘅插曲就錯嘅，嗰時候聽說唔會按悲傷嘅啦吼，唔會啦，好，嗰時候也下來輕鬆一下。好，寫一首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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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Love， 祝你們幸福又快樂。唱一首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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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Love， 紀念你們的情歌，別忘了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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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Love， 從此踏上新的旅程，一起寫完代表你們的 Beautiful Love。後堂眾生吼有一首歌曲，有較輕鬆一系列就抽嘅吼，因為剛剛有談到啊吼，就會太提琴啊，大家可能就會知道太提琴嘅聲音吼，剛剛有演這位有三首歌曲就會按較大一系列、較悲傷一系列。青迷總算有一首歌曲《Beautiful Love》，有冇有伴大家較輕鬆嘅感覺嘅吼？係冇有伴大家希望嘅吼？有啦，又有看到吼。我覺得其實大提琴有一個好處，因為我覺得如果拉小提琴的時候，在這邊的時候，其實你臉很難有什麼表情，其實是可以的，對。可是剛才有看到哈，就是在拉大提琴的時候，其實好像在表現上啊，是不是在臉的上面，其實還蠻可以看得到，就是還蠻輕快的啊，對不對？就是該笑還是可以笑得出來嘛，哈。不過剛才一開始就有講到啊，哈，就是除了就是。我差點講出阿濤課這樣，沒有，是阿 King 好的這首的這張專輯是他第一張嘛，是他應該第一種的行業的展現。啊 ，Nice 哈，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Ocean 的第一張的演奏專輯啊？有嗎？不會啦，有人這樣問嗎？有，像這次全世界
都闭上眼睛》这张专辑出来，然后有一些朋友就问我说，哎，有没有那个没有歌词的，或者是爸爸妈妈也演奏版对演奏版的，也会希望说，哎，希望我女儿啊有机会可以出专辑，所以我会朝这方向努力。因为好会出一张专辑后，你要收集很多的，要收集对，要收集很多的不同的曲啊，还有曲，可能要不然就可能是只能演奏一些比较古典或者经典的乐曲而已。所以你的第一张专辑，你也会想要创作曲吗？我也想要朝着创作曲法，因为如果是只有拉古典的，那我觉得我真的还没有那个能力，然后可能还要再等久一点，听天也轮，慢慢来就对了。天天来。但是因为他开始创作这个客语专辑，他回归他的家乡，然后还有献给儿子，那我也觉得我也想要朝着跟他一起学习。你可能在走在创作，係啊，你真勁做啲顯擺呢，吼，真係搞地下，係啊。為他上網掉了，上網掉。啊，你要翻譯給他聽啊。要努力一點，要有紀律的寫歌。因為要做這種轉型吼，唔係像家下阿慶雖然講一種輕鬆哦，半年的時間吧。不過其實做出來吼，要本體個糖度，其實要有動到你天數啊，動到欣賞啊，還有錄音的過程啊，吼，要出一種轉型，還有設計啊，吼，一場設計師了設計一種轉型，係需要動到你天數來需要時間吶，真的需要時間吶，所以可以沒關係，他可以幫忙嘛，哦，黑毛，一定會請他幫忙，嘿，都得天數一下。天數啦，有電視說了，對，有錄影存證就錯嘅。唔講吼，就將吼一開始 OK 幫吼，我本體家嘅感覺，就係做得天數動到人無強用嘅身心障礙，還係平常嘅人，吼，即個心情唔好，還係心情快樂嘅時節，做得聽到 OK 幫嘅音樂嘅本體家適合即個心情嘅歌曲就錯嘅。唔一定聽眾咩有參加嘅動到公益嘅團體啊，加到動到無強用嘅發通，對你來講，對阿慶來講。好誒，即個做伊個爸爸誒咩？吼，對一開始誒老公，有咧夫妻關係變做伊咧有爸爸媽媽，這是小孩子的爸爸的時候，你即個知道也喺高場看到動到是有天數嘅人，還有上看到即個嘅舞台，你知道你即個心態舒服係嘛個？對我講哦，我對來啊，還有我朋友嘿，就是他們，我會覺得常常會。想要珍惜啦，而且我要用這種方式來教育他們，對，讓他們知道說，其實，我們一直在很認真的去學習這愛這件事情，這個價值觀，然後希望我可以一代一代這樣傳承下去。真嘅就像 Sunshine 嘅 MV 當中寫嘅強用啦，你有動到你就知道愛是有天數。其實親密嘅時節，假使你自己有一個力量，做得做騙你嘅 Sunshine 嘅時節，其實就算成功嘅吼。你自己有夢想咁嘅成就感就錯嘅。唔過咧，到底吼，而你入擺吼 ，OK 幫嚟到現場吼，聽出吼有動到嘅觀眾朋友，希望做得現場咧，做得聽到你亮晒表演咯。那你做得看到你亮晒表演咧？這個禮拜天晚上8點，在新竹的水木咖啡。嘿呀，水木咖啡咧就係啲清華大學個吼，清華大學底度哦，就做得看到咧 OK 幫佢亮晒吼，同精彩嘅現場嘅演出咯。嗰陣今日咧，咪動感車阿 King 還有 Ocean 嚟到現場，嚟大家分享按到嘅精彩嘅故事哦，還有音樂哦。嗰陣咧上嘅堂度，佢就正經嚟分享一種準時嘅話咧，就記得咯，下禮拜日吼。安晡8點哦，吼，做得去到新竹嘅清華大學哦，吼，清華大學底度嘅水木咖啡就做得堂到嘅哦，什麼亮麗，希望安琪，希望大家，好，大家等下來，可以下等下停定線上，向下來做運動了。